咁呢個就有之前嘅工作啦，連續2個禮拜喺度做把呢個 show，幫佢哋 set up 同埋轉景嗰啲啦，跟住直接去下一個 show 咧，就去高山劇場幫手做啲 video 啊、projection 啊、LED wall 嘅 set up 同埋砌 Q 嗰啲嘅，跟住直接第3個禮拜咧就去到另外一個 show 喺度做 artist 保姆嗰啲啦，一路去到20號啦，跟住有幾日散嘅唔同，可能 Y Square 啊或者 Free Space 嘅散工啊、stage crew 同埋 video crew 嗰啲 job 啦，一路去到28號今日咧先可以休息嘅，跟住去到29號之後就有其他工作啦。我係 Eric 啦，我主要從事舞台製作工作，亦都有少量嘅 video 嘅 freelance 嘅。咁主要就係舞台幫啲話劇同埋跳舞嘅演出幫你做後台同埋 set up 啦。咁主要我哋嘅工作時間咧都比較長嘅，就係朝頭早9點到夜晚11點啦。通常都連續7日嘅，有時如果連埋 show 嘅話，可能3個禮拜都冇 day off 咁樣嘅。之前有啲密啲嘅時間，好似一啲藝術節進行咁樣咧，就試過連續5個禮拜都係冇 day off 嘅，咁就連續做30幾日嘢咁樣咯。未做呢個工作之前都本身都高，但係骨大，但係肚腩冇咁大咁樣咯。但係做咗呢個工作之後咧，有時可能夜晚放工都食宵夜咁樣，就令到自己嘅體重喺度不斷增加咯。讀緊書嘅時候仲細啲肚腩嘅時候，可能嘅磅數可能160、180咁樣啦。咁而家最附近再磅嘅時候，差唔多去到250咯。有時如果連續幾日嘅 set up 工作咧，咁可能瞓覺時間都唔係好夠啦，個人就比較攰啦，咁就要可能自己靜靜雞偷嘅休息時間咯，自己喺度喺劇場裏邊瞌一陣啊、瞓一陣啊咁樣咯。呢1-2年就容易攰得多，有時行山好快都喘氣啊，同埋有時可能如果扭親嘅時候，之前可能唞一陣晏晝或者好翻嘅，有時可能要隔1日或者敷冰袋咁樣先好翻嘅，可能自己嘅身體嗰個復原嗰個情況，好似需要多啲時間咁樣咯。咁成日都喺外邊工作嘅時候都只有買外賣啊，或者茶餐廳呢啲容易方便進食嘅鋪頭咁樣啦。咁可能佢哋嘅油分或者鹽分都比較高啲啦，好難揀到一啲健康嘅食物咯，即係選擇會少好多咯。有試過買啲有少少菜嗰啲食物咯，但係如果茶餐廳嗰啲一般，如果你要快或者方便嘅話，就通常都係肉嘅比例佔得多好多咯，所以就少啲食到咯健康嘅食物。咁我冇特別做呢個 body check 嗰啲嘅。咁我都有擔心過，可能過肥咁樣會有啲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壓嗰啲嘅。希望可以喺咁多嘅工作時間裏邊揾到一啲時間去真係去做運動，能夠可以堅持到每個禮拜都有一定嘅運動量咯，咁樣先可以令到我身體健康啲咯。之前有做下跟 YouTube 做下瑜伽或者拉筋嗰啲啦，但係冇 keep 住啦，都係試過一段時間，純粹係放鬆肌肉咯，冇乜減重嗰啲嘅。我平時放假嘅時候就會中意同啲朋友、同事去行山嗰啲咁樣啦，咁見到呢啲大自然嘅環境同埋呼吸多啲新鮮空氣，都會覺得好開心嘅。咁我嘅目標體重就係230磅啦，希望可以減輕啲，令到自己個人健康啲。其實大家都見到啦 ，Eric 嘅長時間工作啦，睡眠時間唔夠，甚至乎比較紊亂，同埋佢食嘢唔係好健康啊，好多時都出街食或者食快餐，加上缺乏運動，種種呢啲嘅原因都會導致佢容易患上高血壓、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嘅前期。點樣可以改善呢？其實有辦法嘅 ，Eric 亦都開始努力做緊㗎啦。例如佢開始咗做運動啦，咁但係咧都缺乏一個監督喎。我會建議佢咧，首先咧對自己嘅健康要作進一步去了解，例如做一啲監察一啲基本嘅指標，知道下自己嘅血壓嘅情況、體重指標。另外咧，透過一啲驗血篩查，睇下有冇啲糖尿病啊、膽固醇嘅問題。咁根據呢啲基本資料之後咧，就可以制定一個健康嘅計劃。例如透過營養師嘅指導、運動教練或者物理治療師幫佢點樣可以好好咁樣計劃生活。同埋醫生咧，如果發現佢驗血有問題咧，會俾建議，甚至乎適當咁樣處方一啲藥物都會幫到佢㗎。